無極杯嘅訂單持續增加，無極俱樂部嘅生意亦都越嚟越好，但空間始終只有1000尺。每到週末，門口總係排住長長嘅隊伍，有人喺度等位，有人企喺門口聞住廚房飄出嚟嘅香味，問仲要等幾耐。我睇住嗰個畫面，心裏妄想，如果唔開一家真正嘅餐廳，呢啲客人我哋根本容納唔低。然後有一日，一個機會嚟了，個法國籍朋友喺中環蘇豪東經營一家法式餐廳，因為某啲原因唔想做啦，問我有冇興趣接手。我當下嘅反應係，我開餐廳，我只會做實驗啊！但嗰個念頭好似當年嘅日本電話一樣，簽喺腦海裏，揮之不去。我諗，如果我有一家餐廳，咁唔係一個絕佳嘅展示場咩？客人走入嚟，點一支酒，用無極杯飲落去，親自感受嗰個唔一樣，唔需要解釋，唔需要說服，舌頭會話俾佢哋答案。我轉頭睇咗睇太太，佢冇說話，但係點咗點頭。於是我接咗落嚟。餐廳取名 Figaro， 法日式西餐廳，法式料理嘅底蘊加上日本媽媽嘅犀利，成咗 Figaro 嘅靈魂。話接好容易，但係真正經營一家餐廳，完全喺另一個世界。我以為俱樂部嘅酒牌已經夠難啦，餐廳嘅牌照、消防、食安、員工管理、食材成本，每一樣都係新嘅功課。最開始嗰段日子，我每日都喺度問自己，我到底喺度做緊咩？但係奇妙嘅係，Figaro 開張之後，無極杯嘅效果被更多人睇見咗。有嘅熟客人飲完酒會問侍應生，呢杯酒點解咁好飲？有啲唔一樣。侍應生話唔清楚就嚟問我就從廚房走出嚟跟客人聊幾句，有時候一聊就係半個鐘。而太太嘅日式家庭菜從上環搬到咗中環，繼續吸引住老客人，亦都迎嚟咗新朋友。有人講，我一唔小心做咗餐廳老闆，呢句說話有對亦都有唔啱。啱嘅係我真係冇計劃過，唔啱嘅係跟住落嚟嘅日子入邊，我從來冇後悔過呢個決定。因為 Figaro 俾我明白咗兩件事。第一，夏多唔係實驗室裏邊嘅理論，佢係可以被飲出嚟同埋食出嚟嘅真實。第二，最好嘅說服唔係講道理，係俾對方親自體驗。嗰時候我仲唔知道呢家餐廳會成為我跟住落嚟多年嘅基地，白天營業，晚上做實驗。夏多20年，餐飲15年，呢兩件事一直並行。下一集我終於揾到夏多背後嘅科學原理，空化效應，20年嚟最重要嘅一個啊哈時刻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訂閱同點讚上呢個頻道。